港股曾升破26600關，創4年高。港股通新貴熱炒，百執醫療、藥節安康各漲47至54%。市場憧憬美聯儲本周議息或大手減息。恒指今朝16日高開90點，報26536號，初段曾升155點，高見26601，創4年高。最新報26476，升30點，獲0.1%，成交85.83億元。購價上周一8日被納入港股通嘅醫藥相關股連日急升，主攻內地認知障礙數字療法嘅腦動儀光 B09681.HK， 成個去3日急升勢，今朝高開2.77%，最高見13元，現到11.87元，升17.29%，成交8198.34萬股，涉資9.7億元。該股今年1月上旬上市，上市價3.22元。上日急升50.1%嘅半新股，主攻內地腫瘤醫療嘅百執醫療 2609.HK， 裂口高開14.9%，初點見20.06元，創上市高，現報27元，續漲54.3%。成交9192.32萬股，涉資227.72億元。該股2月6日上市，上市價4.22元，現價較上市價高出約2.7%。同日於2月23日上市嘅日捷安康 B2617，今朝高開15%，初段曾漲63.7%，高見679.5元，屢創上市高。較2023年6月23日上市價13.15元，不足3個月累飆近50.7倍，最新報611元，升47.23%，成交2131.2萬股，涉資12.08億元。滬深交所早前發公告，因為恒生綜合大型股指數、中型股指數、小型股指數實施股成分定期調整。根據有關規定，港股通標的證券名單發生調整，並自上周一8日起生效。藥節安康掉頭瀉4成，不足3個小時，市值蒸發超過80億元。港股異動，生物醫藥股日節安康2617連升多日後，股價喺今日16日下晝掉頭向下，兼且入市調機制，跌勢並且進一步加劇，一度見低見245元，最新報245.8元，跌幅40.8%，成交約35.28億元，市值縮減至不足1000億元，即係2個多小時，市值蒸發咗超過80億元。近日公司股價持續攀升，更高見679.5元，喺不足5日內累升8.6%。倘以2023年6月23日喺港交所上市時發行股價13.15元嘅，該股股價喺不足3個月升於50倍，市值突破約200億元。稱公司間業務並維持正常。公司喺中午發出公告，指出公司交易淨價並交量近期出現異常變動，董事會確認解不知悉導致股份出現該等股價並交易量異常變動之任何原因，或任何需要公布以避免股份出現虛假市場之資料，或根據上市規則需要披露之任何內幕消息。